大家好，澳門事。今日有個本澳嘅外賣員喺社交媒體發帖文，表示自己送餐到訂單地址嘅時候，因為撳門鐘同埋打對方電話都冇人回應，於是將外賣放喺門口地下，跟住影相發信息俾對方，就繼續去送外賣。大概半個幾鐘後收到對方回覆。隨後外賣員收到公司通知要即時解僱佢，原來係對方就呢件事去平台投訴佢，佢感到好唔開心。而家揾工作好難，又要供個女讀大學，又要交租同埋各種費用。帖文一出，引起大批網民熱議，大部分網民都偏向外賣員呢邊，覺得佢好慘。而呢個時候，另一邊疑似對方，即係個投訴者，亦都發帖文反駁，表示自己係一個冇人照顧嘅獨居老人，因為自己已經腸胃炎多次啦。見到外賣被擺喺地下會引起食物交叉感染，我只係叫個外賣，唔係想炒人。而家食個午餐都要俾人哋情緒威脅同勒索，我又應該如何是好呢？呢件事大家又點睇呢？評論區見。